大家買二手車嗰陣時咧，最擔心嘅就係買到調標車。咩叫調標車呢？就係標顯公里數同實際行嘅公里數係唔一樣。例如標顯只行3萬公里，但係呢部車實際行咗10萬公里，咁就叫調標車啦。咁究竟點樣去辨別呢部車係咪調標車呢？教你幾招，尤其是最尾嗰招，一查一個準啊！嗱，首先咧睇下輪胎先，輪胎要睇下表面嘅花紋，如果花紋都蝕晒嘅情況底下嘅話咧，你就要小心啦。第二，睇下剎車盤，如果剎車盤裡面嘅坑紋咧比較深咧，你亦都要注意喎。第三樣嘢，你有 DOT 呢3個字，再數落去咧有4個數字嘅，叫3224，呢個代表咩咧？就代表呢條輪胎嘅生產日期係24年嘅32週。咁好啦，咁啊對照翻我哋呢部車嘅生產日期，咁你就知道呢部車究竟係行咗幾公里啦。入到嚟駕駛室咧，睇3樣嘢：方向盤、座椅同埋腳踏板。方向盤睇啲乜嘢咧？睇下佢有冇包漿啦，有冇開裂啦，同埋呢啲字體嘅話有冇模糊啦。如果有模糊嘅話咧，就要小心啲。咁跟住座椅嘅話咧，睇下佢有冇塌陷啦，同埋開裂嘅。咁最尾一樣嘢睇下踏板，如果踏板上邊啲坑紋都磨到冇晒嘅情況底下嘅話咧，呢部車就絕對唔止標顯3萬公里啦。最後一招咧就係我嘅終極武器啦。嗱，我連接咗 OBD 之後咧，我哋打開部機就可以 check 到呢部車嘅所有嘅情況，一清二楚啊！以上嗰幾招你學識未咧？關注我啊！買車揾堅哥，抵買唔囉嗦。關注堅哥，着數多多。